跟我斗，你活在剧本里，这编剧就是天。就算你把我逼到了绝路，我也可以起死回生。芊芊不要，芊芊。少珍，酒里有毒，你别喝。少珍，大家小心！芊芊，芊芊，我不许你死！快点，快走，快！城主，我怎么生了这个孽障？快去厨房！啊，是。龙骨还能捞出来吗？城主饶命！龙骨都化了。我们是听了三公主的命令才炖的。这个孽障，今天我不打死他，我枉为城主！城主，禀告城主，三公主身中奇毒。什么？人怎么样了？生死不知。城主莫慌，这龙骨可解百毒，治百病。去请圆圆。是。桑琪，带上龙骨，快走。是。一群废物！大郡主，你怎么看？应该是与性命无碍，但别的我摸不出来。快，先把龙骨端上来。